诚祈祷真心人出现，不会太热。牙膏用一半，饭菜剩一半，心里关起面对面无法通电交流。时间过一半，生命少一半，美女姿态，我到底要撑多久？Welcome to Town Polo Club。如果你不介意，咱们说中文吧。啊，那太好了，麦克先生，欢迎你，欢迎你到唐人马球俱乐部来。您请进。您提出来的方案呢，我们广告部这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不知道您还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就是想知道我们广告牌子应该放在哪里。啊，广告牌子，我个人认为广告牌子一定要在这个室内马场和马球场分别各放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全马场最吸引别人眼球的地方。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我觉得。你的香水很厉害啊，Thank you。那继续。继续啊，是这样的，我们唐人马球马术俱乐部是全北京唯一一家可以参加国际级马球比赛的马场，它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室内马场。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马匹都是我们的董事长刘世来先生在世界各地精挑细选来的马匹。最主要的，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国际级的赛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212匹。所以您相信我，我们的俱乐部在全中国一定是数一数二的。我相信你的介绍非常精彩。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这边有多大？啊哈，75岁。75C。Yeah。不错 ，perfect size。但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能放广告的面积有多大？麦克先生，对不起，我完全误会了。完了，别跟着我了。说了，你俩别跟着我了，要让麦克找着我。冬眠，别跟着他了。麦克先生，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会所了，现在作为餐厅和咖啡厅在经营。当然了，如果您想把它做您的奢侈品展的话，这个我还得跟我们的田总再商量一下。你这个整个马场，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真的吗？那太好了。怎么样？很帅。
先生一看，那边是我们的专业马具区域，这边就是餐厅，可以同时容纳40。还有前边就是我们的商务区。商务区，您可以在这里非常安静的和其他的精英会员一起商谈你们需要的商务。冬眠，开门啊！冬眠，冬眠，冬眠，开门！别敲了，我是不会留在这儿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说这麦克到底怎么得罪他了，把他弄得那么伤心？看来真是得把麦克从马场赶走了。看来也只能使那招了。我不要。大姐，你想太多了，你还真不是麦克的 size。在这看着冬眠了。麦克 size 能有多大？这就是我们室外的马球场，您看到的草坪都是由3种草籽混合种植而成的，这也就是我们唐人俱乐部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您的房卡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您可以去休息。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你这个地方非常好。对的。喂，哎，那个什么，瑶瑶，有个特别重要的事儿需要你帮我的忙。嗨，麦克先生。你好，你是来啊，这瓶酒是我们经理特地为你准备的。谢谢。这是我们经理特地从南非带过来的，黑人做。啊，你领导想得非常周到。当然。麦克先生，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喝一杯吗？进来吧。
麦克先生，你穿衣服这么有品味，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哪里学的？St. Martin's School of Design, Fashion. Oh my god, so famous. 这有死角，我就看不清啊，这个。Nice to meet you. 哎呀，头有点晕了，这个酒太烈了。啊，晕就应该休息。对呀。干嘛呢这？还这麦克撅个大屁股，是想抽他！这他妈男人，都一副狗德行，给肉就走。你的酒量好像不太好。最近我身体有点虚弱，那就应该休息。那我怎么好意思在这儿休息啊？别离开我这个床。好气！难怪你得跟他离婚呢。你看看那副死德行。什么情况这是？怎么了？走了？冬敏，你们家麦克纯爷们儿啊！贞洁烈男，这样的男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对呀、帮我约麦克，我要跟他谈谈。So how you been? Hi,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你对别人一直挺好的，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刻薄？刻薄，连刻薄这个词儿你都会用了。那我再教给你一个词儿吧，叫滥情，你懂吗？ No,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but I assume it's, something terrible, right? Your behavior is 滥情，got it? How did you find me anyway? When we were together, you taught me a phrase in Chinese. It was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Listen, I know I hurt you. I didn't mean to. It was the la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 wanted to do, but it happened. And I am sorry, because I love you. That's enough. We already divorced. Don't bring it up anymore. Technically, we're not divorced, I already signed the divorce papers. but I didn't. 你没签？ No. And when I heard that you had come to China, and that my company had a job opening here, I took it. So now I'm here and I'm not going anywhere. I hope that decision and the time that I spend here can convince you to take me back. And the first very small step is that you have to stop hating me. You are a liar. Fuck off. All right. Okay. Not today. But soon. I'll be back. 你是否也曾莫名
冬眠，有些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等待和犹豫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你说人麦克多好啊，千里迢迢的来找你，一见面你就给人泼一身冷水。就是啊，干什么呀？你想，人家麦克多好啊，要外形有外形，要事业有事业，关键是面对女人的诱惑毫不动摇。这样的男人谁不喜欢呀？谁喜欢谁拿走，不稀罕。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是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当初死乞白赖非要嫁给人家的是你，现在恩断义绝的也是你，你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咔嚓一下就把婚给离了呢？我们俩离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可以了吗？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你们俩就别再叨说个没完了，行吗？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不是，那个冬眠，我们那个，冬眠。冬眠。你好好的，非跟那电灯较什么劲啊？你明天找个电工来修不就好了吗？
这种时候还是有个男人在身边好。就是，麦克要是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别跟我况。提麦克，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呀？你别跟我们说是什么性格不合这种无聊的原因啊！不会是中西差异 size 不合吧？恶心。那他是跟别的女的好上了？大姐，您这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到底什么意思啊？他是跟别人好了，可那人不是女人，他是 gay。他不会是个双插头吧？啊，双插头是什么意思啊？啊？这种情况呢，它比较复杂。复杂？那什么是双插头啊？如果你家杨大伟既喜欢女人又喜欢男人，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更可恶的是，他自己明明就是一个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你说我容易吗？我既要提防着女人，还得要提防着男人。我彻底对婚姻绝望了。我也绝望了，结婚还不如不结呢。宁可风，你跟人瞎起什么哄啊？杨大伟跟你两小无猜的，你有什么可绝望的？杨大伟变了，他现在除了工作就是应酬，我在他眼里就是个透明人，不管我怎么挑逗他，他都不看我。这他妈男人，一个个怎么那么变态？我们还没怎么样呢，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实话跟你们说吧，大学毕业以后，我差一点就跟王老师好。就在我们要好的那一天，他突然就消失了。消失是指联系不上吗？不只是联系不上，是到现在都联系不上。没一个好东西。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我再也不相信婚姻。我怎么觉得我们三个命这么苦啊？咱们不能这样了，咱们应该彻底颠覆人生，重新活一活。要不咱们制定一个计划吧？什么计划？我想要一个孩子，孩子才能够一直陪我到老。我要找一个男人，结亲生子。我找一个情侣，不，我找好多好多情侣，气死杨大伟！你呢？你必须找到王老师，向他讨个说法。